第一位運動員嚟自越南，由印度嘅選手，中華台北嘅陳志軒，韓國嘅 Min Hee Jin，印度嘅曼西。于朗晴，我哋港隊嘅代表，哇，俾個心心我派個心心，非常之有氣勢啊！嚟自烏茲別克同埋哈薩克，食場噶，同埋伊朗嘅哈尼耶。日本嘅 Taya Ray， 仲有烏茲別克嘅選手，同埋最後有中華台北嘅林家謙。日本選手田谷玲啊，總共係12位嘅選手啊。其實另外有幾位哈薩克嘅烏茲別克嘅選手呢，都係10分幾。所以咧，我相信會分咗2個集團噶啦，有啲10分中或者以內嘅有一批啦，跟住呢，有啲係11分零嘅選手一批咁樣嘅。日本運動員普遍佢哋喺障礙賽入邊個過欄技巧都係比較規範嘅嚇。咁因為呢個項目呢，就其實就唔係話發展咗好多年嘅，開始嘅時候呢，就係2000障礙嘅，2000障礙，跟住搞下呢，就3000障礙咁一路加上去啦。咁尤其是女子開頭呢，就嗰個俄羅斯啲選手啊比較突出嘅，因為可能佢係發展早啲，邊個發展早啲，即係等於撐桿跳女子撐桿跳廣東啊嗰啲選手都好犀利嘅，中國嘅選手可以打破世界紀錄，就係廣東出嚟嘅。但係當其他嘅歐洲國家呢個項目之後呢，就犀利啦，追過晒中國嘅選手啦。都先帶出啦，咁啊頭嗰半個圈啦，講咗係唔需要過欄啦，所以就冇 short 入去嘅，都係跟翻正常嘅彎道去跑嘅。冇錯啦，咁就佢就唔會同佢哋鬥慢㗎，因為有咁嘅實力嘅話呢，一拖慢呢就會同人鬥後勁，好似尋日嘅3000米咁啦。咁啊，台灣嘅中華台北隊啦，簡子傑同埋日本嘅選手楊泰呢，就一路快放，但係不敵呢個卡塔爾嘅選手後邊追上嚟嘅，所以一定要拉開佢哋呢班嘅運動員，用自己嘅高速耐力呢，希望呢可以走甩咗人哋呢，就唔好話成班人喺度鬥慢啦。否則好似今朝我哋見到800米呢，就男子組啊，初賽有一組呢開男子組啊1分4都可以發生嘅，但係尾圈係跑54喎。咁當你有實力嘅人，一個係1分50內嘅選手都追唔到上去，仲入唔到決賽嘅。其實咧障礙賽而家開始啦，就已經過緊梗欄啦。其實好巧妙，你唔可以好長跑咁跟得好貼嘅，因為你過欄啊嘛。你落欄個翻步呢，你一定要自己步穩。如果你跟到好貼，一個人哋落欄落得慢啦，動作翻步慢呢，完全影響你落地，完全影響你跟住個節奏，甚至有危險添。所以你如果有實力嘅，即係好似咁啊，田谷玲梗係舒舒服服自己揀個位置，最好位置去過欄係最適合嘅。水欄你的係哇嚇，都相當之唔錯啊！你見到佢落水嘅位置呢，比起印度運動員呢都前咗半步嘅，起碼咁佢翻步呢個水深係一路斜噶嘛，越出就越淺水啊，咁所以佢明顯過完個欄就多咗幾個身位噶啦。係啊，日本嘅運動員今次嘅賽事就都係採取快放嘅戰術嘅，就唔會話為咗爭名次呢，就大家鬥慢跟住衝尾。因為佢哋都知道呢，就自己嘅強項，尤其是日本長跑選手就係耐力高速耐力高啊嘛。如果你係慢慢同人鬥呢，就會引致嗰個中東嘅選手啦，或者卡塔爾啊、中亞洲嘅選手啊，佢哋嘅後勁好犀利嘅。大家鬥慢之下鬥衝呢就好蝕底嘅啦，所以一定係盡量走快啲。好似而家日本選手田谷玲咁嘛，一路放。係咁，佢就選擇呢梗欄。都會踩一踩嘅，呢個係自由選擇嘅。你踩一隻腳、踩2隻腳都得嘅。唔踩又得。咁你如果印度選手係唔踩，甚至其實你真係咁難，即係好似人哋過馬路咁擒欄杆飛過去都得嘅，唔犯規嘅。
但係睇翻印度嘅選手呢，就佢唔係呢個我哋叫唔係呢個班次喎，正常報翻嚟嘅時間。佢個 PB 爭1分鐘噶嘛。佢係11分10，同埋有一位係11分05嘅喎。而好多位選手人哋係10分幾嘅，尤其是長谷鈴呢個 PB 快去分幾鐘，佢開頭嘅走去跟人哋呢，會唔會依家就開始立立地啦？因為後邊呢就大軍殺上嚟，好明顯呢，後邊嗰啲選手呢就冇人敢跟上去啦，由佢自己放。就今朝我哋睇5000米競步咁啦，咁印度嘅男子5000米競步男子嗰個印度選手啊係18分幾嘅 PB， 其他呢都撐佢成分鐘，結果冇人敢跟佢上去嘅。咁而家留意下咧，後邊5個人嘅集團點樣過呢個欄咧？彎道嘅欄其實一堆人就係呢個慘啦。你去到第2線外圍先至過欄落之後，你個波歐咪遠咯。咁你要追翻上，你見嗰個印度運動員呢，就要好遠咁啊兜翻過嚟啊！頭先係跟住個第2啊，走咗去俾條欄人哋，跟住又喺翻外邊又再跨上去。咁啊，好力！伊朗嗰個啦，你要戴頭巾嗰個，佢就要喺好遠、好外圍咁再 cut 入嚟係。其實你每一個欄你都要兜翻入嚟，其實浪費咗唔單止嗰半秒，你係浪費咗體力噶嘛。咁睇翻我哋香港隊啦，就余朗晴呢，就應該喺第2集團嘅再後。而家最後嗰位置係啦，即係第3集團啦，我哋叫。咁佢 PB 係接近12分嘛，11分59。咁你同田谷玲都爭成2分咁滯。咁U20我哋嗰陣時咧叫青年紀錄嘅啫，就早期咧我哋冇分咁多 U 幾 U 幾嘅，咁就一個叫青年紀錄一個嘅啫。咁就許錦文就係嘉豪啲學生啦。咁跟住好似去咗外國讀書噶啦，都去亞青我哋嗰年都帶過去比賽啦。咁個紀錄咧係11分28秒54。漸漸睇翻呢個年度呢，原來2013年嘅啦，已經係13年前啦。嗰年嘅亞青呢，就好似喺斯里蘭卡舉行嘅。咁啊，田谷玲就好輕鬆啦，而家嚇越放越油嘅，好輕鬆就自己走自己啦。咁啊，後面嗰個第2就爭好緊嘅5個人嘅主集團啊，即係。唔計帶出嘅田谷玲嘅呢個主集團呢，就係喺爭呢個2、3位嘅獎牌呢，就爭得好緊啊！咁去到每一個欄都係關鍵啦，尤其水欄啦，可以留意下陣間。其實呢，我哋會習慣呢一個木欄之後，我會搶上呢個木欄先，因為你好短就已經要轉彎啦。咁如果你呢度唔係搶上先呢，跟住你係冇空間俾你爬頭而搶咗上去上水欄先㗎。咁你唔係主動上水欄呢個位置，因為出彎之後呢，水欄之後出彎呢係呈90度啊！如果你唔係搶到一個好好嘅內檔位呢，你俾人掉咗喺外圍，你過完之後呢，你嗰個波度係更加大，要走翻入嚟呢，就會蝕咗好多啊！係咁啊，睇翻田谷玲就唔會好似我頭先講嗰場5000米個印度大超班呢，雖然佢大超班，今朝又係咁樣放到好甩，但係突然間呢就冇油喎，因為今朝個天氣呢就好熱下，咁我以為。我哋朋友陽明高中嘅老師啦，翁竹毅嘅學生咧，羅勝音呢就代表中華台北噶嘛，一路本來輸成條街嘅，追到翻嚟好近，不過呢，就後邊呢，就印度選手再回氣呢，都緊贏佢嘅。咁但係依家呢，就田谷玲就沿途快放啊，好似都未斷咁啊，跑翻自己嘅速度。見到主集團就加快咗嘅，咁而家拉翻近少少。伊朗嘅運動員呢，就終於呢，就搶咗上嚟啦，忍唔住啦，佢係想追上去噶啦。咁明顯嘅，佢已經係加速帶啦。咁啊有韓國嘅運動員跟住佢就上啦。咁加咗1K 到嘅啫，咁除非佢又企咗喺度嘅啫，正常就佢都係穩陣㗎啦。佢都係好輕鬆㗎啦，應該因為佢全程都冇直接過欄啦，都係踩欄啊，即係保持一個好輕鬆嘅節奏去跑。咁啊，你欣賞係個水欄啦。咁睇個 pace 嚟講，因為佢個 PB 係走到10分06秒59嘅，係咁相信都可以跑到10分半或者以內嘅。嗱，伊朗嘅運動員真係過水欄嘅技巧呢，就相對差，同埋佢比較冇好細緻考慮啊自己走嘅線位啊。佢好多時呢，過水欄都係外檔啦，同埋翻嚟呢個終點之後嗰第一個木欄呢，佢都係喺第2線嗰度過噶。其實不斷係自己蝕緊嘅。嗱，快咗大半個圈之後呢，佢而家開始有啲體力有啲下降啦。咁啊，韓國運動員後邊嗰個人已經跟貼咗佢，隨時可以咧捉到佢噶啦已經。咁啊，開頭跟住喺第2位嘅
印度選手呢已經乾乾地咯，2、3都跟唔到噶咯。係啦，咁啊第二位就伊朗選手啊，同埋烏茲別克嘅選手呢，就分列2、3名嘅，咁個距離都好遠下嘅，咁仲有600米就真係，除非又發生好似今朝咁樣，今朝嘅情況就唔同嘅，因為好曬，咁啊突然間爆爆地呢，就金牌冇懸念㗎啦，我覺得，即係佢哋即管追下啦。咁而家個銀牌爭得好緊要。咁啊，仲有600米嘅啫，翻嚟啊，叮叮叮㗎啦！睇下而家伊朗運動員呢，佢係佔咗先機，應該去上水欄先嘅。睇下會唔會好似之前咁啦，你上先，但係都係走外檔，跟住又 cut 翻入嚟。其實我哋都會盡量呢貼翻內欄去過個水欄，跟住呢就轉呢個彎，係順啲去。係啦，佢都中意走到最外個，唔明點解每一次都咁啊，好轉啲啦，可能唔使。佢可能個弧度好轉啲，但係你有人同你拍住鬥呢。人哋一攝你個內欄就食住你位，咁你轉個彎就唔係好轉㗎啦，係更加難轉㗎啦。所以一定要守住個內線，又唔可以企到最埋喎。因為有點解頭先講有啲咩蠱惑呢？喺障礙賽就係佢同你一齊上，佢跳喺你前邊，佢跳喺你前面落呢，你可以做咩？你冇嘢可以做啊！你只有等佢翻步離開個水池，你先至跳到落去嘅。你係唔會做得出踩落去背脊㗎嘛？咁呢啲係一啲係3000障礙嘅蠱惑招啊！係啦，尾圈啦，睇睇伊朗選手係咪嘗試追一追日本嘅田谷寧？田谷寧呢，暫時都 keep 到個速度嘅。順帶可以拉開烏茲別克嘅對手啦。哇！都唔係講笑喎，好似加緊速上去。就應該，如果你呢度再追到30米，然之後再過欄，再過到頭呢，真係都好困難，好困難㗎啦。因為見到田谷寧真係立立地腳喎，都唔好咁大聲，未必追。睇應該冇問題嘅。除非再加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再加速。田谷寧呢就第2度加速啊！呢段走順再加速上呢個水欄，我哋叫少少係衝上去啦，跟住你可以硬得遠啲呢。撲緊上嚟啦！應該就冇乜問題啦。你跳得唔好，佢係個水欄係比較弱㗎，沉咗落去啊！如果唔係依家沉咗落去呢，仲有一追嘅，依家冇啦。大谷已經圈就真，應該就叻唔到嘅，緊嘅叻唔到嘅。係啦，冇問題啦。我哋香港隊。冇問題啊，都唔好講啊！如果佢過欄好啲，個水欄唔係咁次沉咗落去呢，咪就係所以呢啲係技術嚟㗎嘛，係3就入邊一個技術，一睇就知道係唔會追到啦嗰度。啱啱就追唔到余朗晴，啱啱爭2步冇叻到圈，咁但係金牌就係田谷寧7啊！對佢嚟講就稍睇下會唔會破到個 PB 啦。有機會破啊！咁而原本個 PB 10分21嘅烏茲別克選手呢，就唔得喎，10分26秒34。烏茲別克嘅選手係10分37秒32，咁都快咗啊！佢最好10分48嘅啫，快咗10幾秒啊！大 PB， 印度正話曾經跟過日本選手嘅印度選手呢，就第4嘅。睇下我哋香港代表呢，有冇機會做到個 PB 啦？11分59，咁即係你嗱頭先佢 last lap 嗰陣時係10分20秒到21。咁仲分半鐘走到呢一圈呢，佢就可以 PB 噶啦。終點啊瞓低晒啊，嗰個好辛苦嘅，嗰個消耗力比跑3000米大好多，即係等於我哋叫做跑越野賽咁嘅辛苦程度噶，要跳上跳落。好啦，咁見到呢，而家仲有一位最後嗰幾位人員衝緊翻嚟噶啦，睇下余朗晴可唔可以做到自己嘅個人最佳成績啊？睇下追翻一個都好啊！有機會啊，11分59佢有機會啊！好，衝埋去！好，全部選手順利完成晒呢一個3000米嘅障礙賽，好辛苦啊！你一個攤晒喺度啊，即係一啲都唔容易啊！係啊，係啊。咁啊喺青年組啦，因為 U20就係跑3000米啦，無論男女子都係啦。U18 咧係2000障礙嘅啫，咁個欄架亦都矮啲嘅。仲有一位運動員翻緊嚟啊！咁好可惜呢，有睇翻就其實伊朗嘅選手呢係體力呢係有嘅，佢只係嗰個技術上，如果改善下呢，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嘅。
好啦，最後一位就係中華台北嘅選手咧，都翻咗嚟啦。咁所以話咧，其實每一個係尤其水欄嗰度咧係好關鍵嘅。你除咗係慢咗之外咧，個體力消耗都多咗啊。咁喺你就係金牌嘅角度就係嗰一下噶啦，